这里有多少层来着？授权不太多。有多少层？我们也忘了啦。磨皮过了以后稍微少一点。不会的，可以的。稍微少了，你有啥好处？五官没有那么立体，立体点好啊。鼻子更重。没有的，我如果不弄我这个鼻子的话就更黑了。可以的，妥的。你给它放拿了一个地方呢，给它支棱起来。给你们看甜妹喝奶。什么鬼？哇，娜娜你好漂亮。你更漂亮。7号我不知道呀。甜妹。7号不知道。看一下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新西站。那个也在直播，不知道谁在。啊，你看，给你们来我觉得为什么在你们那里的我的好看一点呢？我自己这里的就没那么好看。跟上了磨皮上不是，娜娜这里好。没有调过，我这直接就摁了。肯定你给我调掉了。你看。我这就是美颜开起来，然后就这样的。我觉得我直播开起来就这样。好，来给我长粉好吗？你们要看的云霄和君君都在这里，能不能给我长粉？因为君君自己也开了。谢师傅那个美颜我也觉得有点认不出来。再跟我说一下。漂亮。再说什么？谢师傅的美颜美的特别的美，好看。君君的粉丝们到我这里来啊！啊，君君们几个人？哦，100多个人。使劲！100多个人了，你都不说到大老婆那边去逛逛这样吗？你来看我大老婆，到我的直播间来。这是我老七。老七没有开直播没关系。完了，我们给他们看西站去。谢谢。我们今天在那个西站，那个拍那个，反正是拍西站什么宣传的 MV 对，宣传的 MV， 拍完我们再去启动。慢一点啊，好，走慢一点。我是不是屏幕有点抖？给你看一下天窗。啊，这个天窗角度不是在角度吗？不是天窗吗？要我们俩干什么？那我们的后面就是天窗呀。哦，好，这是西站的天窗。旅客们请注意，高8463次列车经到站。这是西站的天窗，我带着我老七带你们逛逛杭州西站。不要遗忘在列车上。往哪里去？下车后。往哪里去？去看看哦，给你们去看看那个我拍 MV 的那个电梯的上口。今天拍的时候，因为那个电梯呢，那个很长的电梯，它在维修，它没有开，然后我就没有坐电梯，然后带他们去反过去。那要我不带上我们人吗？对呀，拍得出来的呀！你看。我帮你拿人到前面去。不要，就要这样。我要讲话轻点。天窗从没像今天这么好看。对，是高铁站。是的，是高铁站。啥？哎呀，这种往事就不要提起来。还没有开通，然后它差不多基本上建好了。我们是来拍 MV 的，到时候可能也许在那个高铁上面的电子屏上会有我们吧。西站的天窗很漂亮，再看一下，带上我们的天窗。我又不会反了，我太久没有开直播了。怎么反过去呢？这个里面，镜头看准。看这下面还有好多层。要下去吗？不要，走上来好累的你。哦，那翻回来啊。那我翻回来，那我们走吧。带他们走一下安检口。他不要我带你们下去，那我只能听他的了。走上来好累的，没有电梯上来。看安检检票口。对，这是西站的检票口。刚才云霄的 MV 里有一个镜头就在这里拍的，你去给他们演一下。不要，他不肯给你们演。闭上眼睛，给我3秒。你说的啊，快闭上眼睛，我们数1、2、3啊。1、2、3。惊喜呢？骗子！你家小娘子那可不，我们家小娘子是个甜妹。
惊喜的一个吻。刚刚呢，我在这个镜头这块柱子这里拍了一下，你们到时候万一坐西站高铁看到了，跟我讲一下啊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军人候休息室、候车室。老婆，你们叫的是哪个老婆？没有啊，站得累了，我们去坐着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举的也有点累了。我帮你举。哎呀，哦，果然你举我好看一点的呢，小毛，你就举着吧。我记得我上次在开直播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是什么他们轻松计划那会儿，然后你们说让我带着他直播，然后我是不是答应了你们？是不是说到做到了？什么时候答应？我都没答应你，什么时候答应？我答应他们的。那个祝英台在那儿坐着呢。哪个祝英台啊？浙江卫视的祝英台，就是你们那个什么节气的那个吧，应该是。你给我留个脸好不好？我想把它。那我远一点，这样子。不要，你也有脸，我也有脸。那可不。看祝英台，祝英台不在这里吗？还要看另外一个祝英台。那你带他去看一看。等会儿我们回去再给他看。等会儿给你看啊。情侣装，对，情侣装。还是我老婆漂亮。不用，就看你俩，就看你。哦，你这样抖起来，他们晕了。要晃死。这里好，坐着我的小木马。哎呀。英台说他要进去，那我就从了他吧。哎呦，卡不住怎么办呢？雨翔，这样也不行，怼在这里，哦，有没有道理？有的。阿姨不会不让你坐吧？是吗？我们是粤剧。对。粤剧是吧？什么？粤剧。坐不坐？剧没坐嘛，节目的我嘛，剧没坐是吧？对，我们是粤剧的节目组，对，是的。节目组，对。你们是光拍不唱。对，今天光拍不唱。我听不懂哪一句话。你刚砸了我多少下你？自己的女人是什么技人？你过了啊！我自己丢两个。哎呦，真是好。刚才阿姨说那个节目组，我是实在是越绝过这，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啥。什么？我欺负他？明明是他刚才在欺负我。就是他昨天拿大拳头对着我。你想这个找的地方贼好，你看我们俩。云霄姐姐最近还在练字不？云霄姐姐最近太忙了，根本。为什么她也这个？我没把那个给我，就戴在我头上了，你看。哎，姐姐好好看，姐姐。你是姐姐。好。现在直播间有多少人呢？202个。庆祝一下200个人。真的200个。哎呀，我还真的从来没玩过这个。你的发色是什么？
我的发色前端发色是自己的发色，后端我那个时候染了个闷青，但是染失败了，变得更黑了，比我自己的头发，然后现在退掉了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女友粉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俩谁大？我大。喜欢李云霄前堂里，他前堂里不就是这样子，头发这样搞搞的这样的？前堂里就是这样呀。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云霄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带他上杂播。原来是年上。云霄怎么和我在西码头上看到的不一样？越来越美了。一样啊，可能我那个时候比较瘦，我现在胖了一点。问一下，这个你怎么找我，我就没办法了，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找我。你要么去后台门口找我。女胖子一定不是我。你们都穿长袖了没有？我们现在还在杭州。叶全真。我们现在，我跟他两个刚才已经拍过了那个单人的，然后等会儿拍集体的，然后他们再拍单人的，所以就还没有。我们俩没有趴着，我们俩坐着。啊！不是，他这个我重新来一下。地下室。你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在一进来就99票，亲亲都没人。而且他有，我们两个找了一个地方约会。你们不要打亲亲嘛，亲亲观众都没有。刚才他们说要看你，要看那个万松书院那个祝英台。那你回来呀？我们还没约完。现在去逛街，你们俩还约不够是吧？你看这里。这东西，原配表示很愤怒，手都倒掉了。云霄很大气吧？只不过给君君准备个榴莲嘛。对，我是浙江小百花一团的。后面君君有10几万粉丝了吧？现在？对，他是没有啊，他是拍168个。168个，你多少粉丝？现在有还浪漫大侠，谢谢你啊。我才3000多个，我不配待在这。我粉丝是有4、5。君君，我这边说让你跪键盘。我们本来现在被金花给淹没了，听不到键盘。我后来我说我这没人，我就不播。结果他们全在开花。你们不要回来了。哎，看看还有谁在直播的，把连进来，我去看一下。星星，你等会输了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你说了算啊。星星，你自己说了算吧。我自己说了算。给你卖个萌啊！好，给你泡个媚眼，给你们俩泡个媚眼。你看那个大老婆，你做了什么表情？不是他大老婆，大老婆在自己那个。哎，没打到。我们来 solo 啊！哎，你们这里怎么有小朋友玩的东西啊？因为我们那里小朋友玩的。新欢忘了救人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打。现在是不是只有3个人可以连啊？是不是只有3个人啊？我想再连一个就不。李老师来的。那邀请一下徐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是自动就会下播的吗？你也不太懂这个，我也不懂。会怎么样？会自动断开吗？要了呀。就是蒙夫。怎么都在玩？你看。来了呢，快点，学。你们2个，哎呦，好恩爱呀！陈军，那我们要断开了，我们2个要单独约会去了，怎么断开呀？我从头绿到脚。云霄姐姐，我没有跟你合影，合到影。你下次来呀，下次来我让他跟你合影。云霄看何文秀什么心理活动？你说。啊，真好。
太简洁了。他人都不知道在哪里，还帮我搬。我没有帮你搬过行李啊，李云霄，你这讲良心。今天早上说，哎呀，有个叔实在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吵他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把你吵醒了吗？云霄，你在这里叫嚣。不能再摔了，我们是2个人，他又是，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老是会摔啊！给我坐这个。修罗场不会修罗场，你看，我天，这样，这么多老婆，好快乐，2个婴孩。说什么？我的嘴角与太阳比比，今天真漂亮，你也漂亮的。哎呦，就怕会榴莲。启东海门，你来，你来。确实是。这么痛啊？不痛不痛。后面那夹子给你夹的好吗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你看我头发乱的。因为你跟他好呀，我给你夹夹。上绿，我还有小夹子吗？蓝色。哇呀，好小爱心！你稍微作一下。哎呀，我怎么忽然手机按了？我的屏幕就是会这样按下去。哎，等一下我们没电怎么办？等一下还要，你有充电宝吗？我在充。等会儿回去的时候就插在那个充电上。哦，等一下合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充2个都是我。说搬东西，他们总是说女孩子不是她自己这个盖头要么到我头上，要么到她头上，她自己不到你头上，你头到前面去。你们给她再来个盖头好不好？她在作我，她没有头。那我自己买，怎么给你买一个头？能不能弄的？这个盖头是哪里来的？他们送的吧？买的才有的啊。谢谢。我要游一下。自己也要给老婆。对，我们上盖头，这样也挺可爱的，其实。我们俩。像那个米奇。对吧？好看吗？对，刚好把你挡牢了。我前2天那个屏幕也是这样。学校里的第一个我在学校里我没老婆。对，那好像没有。我没有。我学校里有老婆吗？但小有过的吗？但是我学的是单人班。我在学校里我全部是单个人的，我是跟着一人打天下的那种。很难过那一天我记得，什么很难过？很难过那一天我记得，可能因为太难过了，所以不记得其他事情了。很难过一天，说明你那个时候不难过。你们要为我们2个难过。好，这个过去了。再聊云霄就吃醋了。是谁啊？今天怎么左拥右抱的？我们是和谐社会，不适合武力解决问题。他刚刚说了啥？我也不知道。下面讲。有一个犀利的问题。什么？我眼睛有点花掉了，头晕，看不见什么？不行，这个问题一定要看见，不能头晕，不能花掉。他们应该反复敲。陈丽君，
觉得我们这样。朋友在游乐场右边、左边啊！你怎么不帮你老七打一下？再来一遍。对，我们都是唱越剧的。哎，我头上怎么没有啊？老婆，我。我累了，我的头发都没了，我等会儿。你已经拍完了哦，还有其实还没拍嘞。耶！为什么只有你有啊？我大老婆又不高兴了，哎，是不是在最前面那个人有的带？那我现在在最前面。是谁送的？过了我。那我大老婆，走开！哦，我看看我能不能送你啊？你告诉我，那哎呦，不是道具，是礼物。那礼物怎么了？做我的新娘，是不是啊？那做你的新娘。哎呀，变了。在直播啊，你没看到吗？耶，大老婆，耶，换走了，刚才在你头上，然后又到他后上去了。你看。因为我抢！哇，余下3秒钟坚持不住，我知道的。你好轻哦！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对的。我终于知道陈丽君的腰为什么老是上吊了，就因为家中有老七。老七压迫，生活的重担迫使我压弯了腰。然后郑美美，我们的副团长，哇，你这个礼物这么大的一个，谁啊？我说东部金显东他们也在。哦，是吧？哎呀，老姐，你看我老对。暂时离开，你们在干嘛？是要拍集体了吗？哪里啊？开工了吗？是吗？在哪里开工了？谁喊？哎呦，没听到。那我头发是不是要去绑一下呀？没有，还在那里。这还要背词啊？那我头发不行了吧，亲亲？可以的。那我一定要等会藏后面一点。可以的。你就这么把我丢了，你当时让看着我袜子都掉。我觉得李潇，我觉得我头发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我自己这样，我觉得看不清楚，你觉得是不是不行？就是你不要把它当内裤。月儿在手中开呀花儿笑，婴儿在那眼前睡得早，春风吹不到我的杨柳腰，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，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，燕儿它也双双飞来了，桃枝摇摇还绿了芭蕉，管它雨打风吹也潇潇，花绽了猩红也会掉，少年的心儿永不老，几声相闻风发垂钓，我要划着桨儿水中摇，一片片流